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第1节到18节，路加福音第8章第4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撒种。到底得到了上帝的约柜是福还是祸？种下的是什么东西？非利士人并不知道。我们如果从一般传统宗教的角度来看，似乎是得到了这样的神明偶像，就会得到那个偶像的权柄能力。但是基督信仰虽然也强调上帝赐能力，我们所谓的恩赐，也强调上帝能够保守，更重要的其实是关系。没有种下好的关系，即便是得到了所谓的圣袍约柜十诫的石板也无法蒙恩得福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得到了第一个十诫的石板，后来却成为了他们制造偶像的一个审判标准。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第1节到18节的记载，非利士人占领了以色列人，他们掳走了约柜之后，他们的一个情形的转变。圣经记载他们遭到困难之后的事情。上帝的约柜在非利士停留了7个月以后，非利士人请了祭司和占卜的来问他们，我们该怎样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呢？如果我们把它送回原处，还应该付上什么的？他们回答，如果你们归还以色列上帝的约柜，当然要向他献礼物赔罪，不可把约柜送回，不可以只有把约柜送回，这样你们的病就会得到医治，并且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断的惩罚你们。非利士人问，我们该送什么礼物赔罪的礼物呢？他们回答说，5个金铸的苍袍模型和5只金铸的老鼠。每一个苍袍模型和老鼠就代表了非利士的首领，因为同样的瘟疫发生在你们和非利士首领的身上。你们一定要做苍袍的模型和那毁坏你们田地的老鼠的模型，向以色列的上帝承认你们的罪，这样说不定他就不再惩罚你们和你们的生命以及你们的土地了。你们何苦像埃及王和埃及人那样顽固呢？上帝捉弄他们之后，他们不是还准许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吗？所以你们要预备1辆新车和2头从未负过恶的母牛，把母牛套在车上，把他们的小牛赶回牛栏。要把上主的约柜放在车上，旁边另放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的都是那些金模型，就是你们赔罪的礼物。然而让牛拉着走，你们要注意车走的方向。如果它朝着伯示麦走，那就是说这灾祸是以色列上帝降给我们的。如果不朝那个方向走，我们就知道上帝没有降灾，这灾害只是巧合罢了。非利士人照着他们说的做了，他们把2头母牛套在车上，把小牛关在篮里，把约柜放在车上，还有那装金老鼠和金苍袍模型的箱子也放在车上。母牛在往伯示麦的路上，不偏不左也不偏右的直走，他们一面走一面哞哞的叫着。5个非利士人的首领跟随着他们，
他们一直走到伯示麦的边界。伯示麦居民正在山谷中收割麦子，他们一抬头看见了约柜，他们非常的欢喜。这次来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，停在一块大石头旁边。居民把车劈了，把牛杀了，当烧化祭献给上主。利未人把上主的约柜和装金模型的箱子抬下来，安放在大石头上。那一天，伯示麦居民向上主献烧化祭和其他的圣祭。5个非利士人的首领看着他们做的这件事，当天就回到以哥伦去了。非利士人送5个金床袍和上主当作赔罪的礼物，一个为亚实图，一个为加萨，一个为亚实基伦，一个为加特，一个为以哥伦。他们也送了金老鼠，每一个是为了各非利士首领管辖的城镇，包括设防的城镇、没有围墙的村庄。伯示麦约书亚田里的那一块大石头，就是他们安放上主约柜的那个石头，到现在还留在那里，作为所发生事情的证据。上主击杀了70个伯示麦人，因为他们窥探约柜。居民因上主在他们当中杀了那么多人而哀伤。祭司以利和2个儿子虽然蒙呼召来服侍上帝，但是他们的行为违逆了上帝的旨意，种下了灾难。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教导，就是撒种的比喻。虽然这是指着传福音而说，但是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服事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路加福音第8章第4节到15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群众从各城各地纷纷来见耶稣。一大群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讲下面的比喻：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撒的时候，有些种子落在路旁，被人践踏，鸟儿飞来就把它们吃掉了。有些落在石地上，种子长苗后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到水分。有些种子落在荆棘里面，荆棘跟着一起成长，把幼苗挤住了。另外有些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面，长苗长大起来，结实100倍。耶稣又说：有耳朵都听吧。耶稣的门徒来问他这比喻的意思，他说：有关上帝国奥秘的知识已经给了你们，至于对于其他的人，就用比喻，使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明。这比喻的含义是这样子的：种子是指上帝的信息，落在路旁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，魔鬼来了，他们从心里面把这信息夺走，使他们不能因信而得救。落在实地上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后乐意接受，可是信息在他们心里扎根不深，他们一时相信，但一遇到考验就站立不住。落在荆棘里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，可是生活上的忧虑、财富和享乐的诱惑窒息了这信息的生机，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实。落在好土壤里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，以良善和诚实的心持守它，恒心等待，直到它结出果实。我们的信仰生命和服事是在荆棘中，或是在前途里，或是在路上被人践踏，或者是种在好土上呢？这当然会影响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蒙福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无论在信仰生命、
服侍上帝，或是在传福音上面，都能够蒙主悦纳，并蒙恩得福。诗篇138篇，上主啊，我一心感谢你，在诸神的面前歌颂你。我面向你的圣所下拜，我颂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信实，有不变的爱，你显明你的名和应许超越一切。我求告的时候，你回答我，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。上主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要颂赞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应许，他们歌颂了你的作为。颂赞的大荣耀，上主至尊无上，但他看顾卑微的人。狂傲的人无法在他的面前藏匿。我被患难围困，你却保守我安全。你击打狂怒的仇敌，用你的力量救了我。你必定成全你对我的应许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蒙恩的基督徒，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保守、带领、赐恩给我们，使我们无论是在追求信仰、服侍上帝，或者是热心传福音，都有好的撒种的成效，蒙主悦纳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